父母教養仔女，當然係責無旁貸。聖經都有話，要教養孩童，使他走當行的路，就是到老也不偏離。但對教養素有研究，4個仔女都係資優兒童嘅蘇飛雲博士就話，香港父母有時都偏離咗。咁啊，個個注意力喺佢身上咁啊，所以我見到嘅現象咧，就有啲係小霸王啊，大人都要聽佢話。咁啊，原因係咩咧？原因就係我哋唔知道咩係真嘅愛。父母愛仔女係天經地義，但有時呢份愛會令到父母不自覺幫仔女做得太多嘢，希望佢哋咩都唔使理，讀好書就得啦。而最近出現每年學費近17萬嘅天價幼稚園，反映出父母想好早就為仔女鋪設一條青雲路，但咁做係咪最理想呢？怕輸啊，即係人有我冇，咁啊怕輸啊。另外一方面咧，啲父母自己好緊張，因為咧個個都同人比較，要住好啲嘅屋啊，用好啲嘅嘢啊，咁咧就要兩個父母都出去出邊打工啦。結果細佬哥唔係自己湊咯，細佬哥如果唔係自己湊，就唔係自己嘅細佬哥啦。香港地充滿競爭，父母為咗幫仔女增加競爭力，各種補習班、才藝班成為父母嘅救命草。寧願自己辛苦，都唔可以俾仔女執輸噃。父母一番苦心，原意係想仔女好，但仔女未必明白之餘，有專家仲擔心可能會有壞嘅影響。嗱，所以咧，我哋一個密質質嘅時間表安排佢學呢啲學嗰啲嘅話咧，其實我睇到個優勝嘅地方咧，係幫助緊其實佢建立佢或者佢發掘咧，佢係啲咩地方係叻嘅。不過咧，其實呢個係永遠都不能咧去取代父母咧同佢有幾多相處嘅時間。如果個小朋友佢冇咗嗰 part 或者冇咗嗰個部分，俾爸爸媽媽帶嚟好多嘅聆聽啊、愛啊、關心啊、為佢祈禱啊等等呢啲嘅話咧，其實佢將來佢長大嘅時候，佢未必佢一樣係未必，佢可能喺其他嘢裏邊咧都 OK 做得到啦咁，但係佢裏邊咧未必穩陣。香港健康情緒中心嘅專家曾經話過，香港30%小朋友有3低：自理能力低、情商 EQ 低、抗逆能力 AQ 低。如果父母多啲時間同仔女相處，同仔女關係好嘅話，係可以提高仔女嘅 EQ 同 AQ 嘅。但如果父母將關愛當做籌碼，咁就好容易破壞同仔女嘅關係啦。你咁樣，阿仔，我唔錫你。嗱，呢句說話咧係好破壞性嘅，其實，因為個仔女佢仲細嘅時候，佢一定要依賴你噶嘛，佢一定係需要你噶嘛。咁所以如果我哋要佢就範嘅話，我哋一定要佢做某啲嘢嘅話咧，我哋往往咧爸爸媽媽咧最容易佢就會用佢最大嘅嗰個籌碼，就係你用個關係去威脅緊對方咧，佢做嗰樣嘢，因為唔做嗰樣嘢咯。嗱，咁你話，咦？開頭嘅時候實得嘅其實，即係如果佢仲係細嘅時候咧，即係佢往往可能都係因為咧，佢仲係要依靠你啦，咁都要就範。但係其實長遠裏邊咧，呢個籌碼你繼續係咁用嘅話咧，當有一日佢有佢自己嘅朋友，當有一日佢自己有佢唔需要再唔需要呢個關係啦嘅時候咧，咦？你仲有冇一個影響力咧喺佢身上？其實就冇噶咯。睇嚟要同仔女建立親密嘅關係真係唔容易喎，有啲咩方法可以介紹呢？第一就係喂，你聽晒嗰啲古仔先啦，唔好挑戰佢住啦，係讓佢去經驗到爸爸媽媽原來真係關心我嗰啲嘢嘅。其實呢個就係一個好嘅條件咧，去更加長遠同埋深遠咧，你可以成為到佢一個生命裏邊一個好好嘅影響力咯。有4個仔女嘅潘小鐵，除咗親身體會到聆聽嘅重要性之外，耶穌喺世上待人處事嘅態度，亦都成為咗佢重要嘅借鏡。神差耶穌嚟，佢真係明白、聆聽、佢感受人間嘅所有嗰啲嘅苦難嗰啲。呢個咧就成為到咧，我會唔會代入我啲仔裏邊？喂，你啲功課好難做啊！哎呀，你唔應該覺得難做噶咁，還是我覺得係，原來我係如果喺你嘅條件嘅情況底下，你都應該會可能係覺得難噶。咁你能唔能夠同我仔女一齊去感受？就算係小朋友，都好需要被體恤、被認同。當佢哋肯聽你講，就已經係成功嘅第一步。
之後佢就會更加容易改變一啲唔好嘅習慣。下一集我哋會探討一下點樣可以培養成功嘅新一代。有人話講下一代只係對3公尺範圍之內嘅事有興趣，實情係咪咁呢？成功嘅標準又係點界定呢？